61节的感动时刻，我们要让您更爱客家，要带您来去客庄住一晚。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竹东阮桥社区挖掘不同的客家风情。多一天的行程，这才发现阮桥社区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彩绘哦，还有最原始的田园生活，标榜有机的植栽方式，科技人和海外的年轻学子都来学习，从插秧到摘菜，享受大自然的洗礼。大清早真的很早，早到公鸡的啼叫不绝于耳。但是竹东阮桥社区的颐和园里，农务工作已经得要赶紧展开。Let's go！ 这个虫呢，其实对黄色有趋光性哦，在这个塑胶杯上面呢，我们就喷上一个黄色的面胶。农园的主人陈礼龙坚持的有机栽种，海外农科的学子跨海讨教。来，看见我们去插秧，走。有没有看到很多的蝌蚪跟螺？有哈，这有机农法，因为我们都没有撒农药哦，没有这个杀虫剂。而阮桥这个客家庄里的有机米更是专销日本。插秧自然有老一辈的客家老农独特心法传授。插秧都有插秧的，从前人家插秧啊，一定要在这个叫洗田工，客家话叫做洗田工。我们是要分，我们就喝这插，然后种的时候我们都要干嘛的？才没有的，我们就这样放下去。但是科技人陈大哥则是为了吃有机，想来搞懂有机。现在那个环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私下肚子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所以干脆就报名一个培训班彻底了解一下说有机农业到底怎么一回事。农田里的时光飞快，午餐时间当然也得有机。好大哦！中午煮。好，这头一摘下，颐和园的女主人巧手一变，南瓜饭、丝瓜炒蛋、福菜肉片汤，客庄里的有机午餐上桌喽。也是你今日让炸个泡泡哦，还用当不好笑，这样就可以吃南瓜饭、黄夫团。要仔细摘，夜夜皆辛苦啊！这也是提供游客把满园有机带回家的方法。继续来到了竹东阮桥社区这个客家庄，有丰富的有机无毒的蔬食飨宴，还有有机无毒的生活态度，等着你来体验喽！田埂间的穿梭，让飘远于都市的心重回大地的怀抱。黝黑的土，清澈的水，客家人以有机进天地，延续阮桥的感动时刻。